吃好个鸡仔蛋子，今朝到外婆舅舅的洋场屋去吃好出发。妈，上月份来洋场屋的嘛？哎，都不一样子。哎呀，对啊，今朝让侬搭吃饭去啊？好天好地，你来得算这个子，已经从这个第年子。哎呀，你来是内海，哎呀内海啥也不见，到那个点个来呗。没还，啥经我经常听你唱评那个。小的，搿只位置还一只百姓还讲偏对洋场屋，是吧？灵个。还有舅爹呢？舅爹，来涛涛呢？哦，来涛涛。我把菜来着，先吃点菜了。那，你吃那个包菜豆。还吃。楼下有不得了水，你该不着好。来着。来，老爸，上正宗的洋场豆子好。今年第一号呢？哎，啊，哦，刺根，哦，侪是刺根哦，黄已经煮出来的，哦，进来。你看，黄不得了，搿黄海个，么这个是托人熬上个粉了，搿黄不得了。妈，你搿个第二只只啊，那个速度还放慢点的。搿么海吃啊？日本海鲜多啦，搿个河里向个肚子好吃勿着个。哦，妈，我搿个第二只菜，海吃不行我。要再来那个速度，本上全不能吃光的。哎，哦，搿个日本吃勿着。人间香肉，正宗的洋场屋豆子好了，个肉有点甜津津的，不止一碗好肉。那个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好，杀克。不行的。再包满鱼来着。妈，搿只是大蒜头，我来搭来煎，那搿个呢？上个，是吧？食口又有花，容易出酱，真个灵啊！非常咬子下的，一明海的。你记得我你吃这个灵的。来，妈，你往后头再抠抠抠，吃着搿个了，就要想着后头个洋场屋。这个你出来的。哎，我把今朝肚子好吃米蛋的哈。不属于啊，是灵的。等谁个能走来，再去吃永好。